量。爱完全挖靠即个葡萄树，然后伊就会当活了真好。现今有可能你拄着真大的困难，你会感觉上帝啊，我拢已经要无命啊，是安那你阁毋出现来帮助我？是安那我遮尔挖靠你，总是你阁毋出现？有一个事件，咱会当来思考一下，然后咱就会知影啥物叫做完全的挖靠。有一只船，当伊开来岸的时阵，伊就甲插板揢落来，伊要互所有的人客拢会当行插板落来，然后因就会当上岸。总是有一个青年人，伊因为行无好，所以伊落到海内面。上重要的是，伊阁袂晓游泳，所以伊就伫海水内面一直伫遐喊救命救命。所有的人就紧叫船长来救即个青年人。当即个船长来到迄个青年人的面头前的时阵，伊就看迄个青年人浮开，然后手阁有几个阁沉了，阁浮开，手阁有几个阁沉了。总是迄个船长拢无去甲伊救。伊拢无表示啥物动作。到第三届的时阵，迄个青年人伊浮开，总是伊已经无气力啊。然后伊就偷偷啊沉落去水内面。即个时阵，即个船长足紧的跳落去海面，甲伊救起来。当伊甲伊救起来的时阵，所有的人拢甲伊骂讲：你是有毛病哦！迄个人甲咧活的时阵，你毋去甲伊救，你要等甲伊完全拢昏去的时阵，你才要去甲伊救。逐个人拢咧甲伊指责，总是即个船长回答伊讲：恁敢知影？我拄则人跳落去的时阵，伊袂完全交托互我，因为伊会甲我游落去海面，伊袂完全交托互我。当伊阁有气力的时阵，伊就会想要借着伊的气力。然后游开岸啦，所以我若无等甲伊昏去，那安尼我就无法度救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时啊，咱就亲像即个青年人共款，当咱还阁有气力的时阵，咱就会想要靠我家己的方法，靠我家己的手段，然后去诚做咱即摆无法度解决的代志。总是耶稣基督，伊所爱咱的是啥物？伊甲咱讲，叫咱着爱甲伊相结连，然后完全倚靠伊。伊所意爱的是咱即种倚靠的关系。有时阵，咱拢会感觉教会内面有倒一位兄弟姊妹，伊的恩赐哪会比甲我无共款，哪会比我较侪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因为伊有甲主结连。毋茫伫感恩节，咱借着回顾即一年上帝对咱的带领。伫明年，咱犹原会当继续祈求伫主，无论你拄着啥物代志，无论你拄着啥物境况，你拢会当常常倚靠主。第三，咱来行出主的模范，行出道理，结出好的果子，荣耀伊的名。葡萄树要结好果子，有一个真重要的动作，就是主人会甲伊的葡萄树加，伊会甲伊的葡萄树甲无好的物件甲伊加掉。我拄则有讲，阮兜对面就是葡萄园，葡萄每一年拢会收成2届，总是伫伊收成了，迄个做田的，因拢爱去甲遐个树仔拢甲伊加掉，伊爱甲全部叶仔拢加了。为虾米？因为伊爱甲伊加掉，伊才会结出好果子。伊若无甲伊加掉，伊共款伊会结出葡萄，总是毋是上好的葡萄。有时阵，上帝叫咱来甲伊的脚前，甲咱阻碍咱结果子的物件拢克掉。有可能是你以前诚成功，有可能是你的成绩诚好，总是伊讲，既然连伫我会记无结果子的，就散起来；既然结果子的，伊就收，互伊清气，互伊结果子搁较侪。耶稣基督伫遮讲甲诚清楚，
伊有讲，即个生起来，生起来是啥物物件？生起来的意思就是，甲伊扶开，也是甲伊捡开。即个动作足重要的，伊就是咧甲咱讲，因为以前的葡萄树，其实即摆葡萄树，你若无甲伊固定，伊拢会往地面生。总是当伊若往地面生的时阵，一落雨，遐树仔、遐叶仔，就拢会固着土，所以伊无法度结出水搁好的果子。耶稣基督伫遮讲，生起来甲收互伊清气，就是咧甲伊讲，甲咱讲，伊会借着真侪动作来帮助咱。主人拢会换着一个水桶，然后去伊的田园内面，敲出遐需要甲伊铺开，然后需要整理的葡萄树，伊会用一条线甲伊绑的，然后甲伊固定伫迄上好的所在，互伊无搁互遐的土影响，互伊结出搁较好、搁较水的果子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伊要将咱扶起来，因为伊要帮助咱，伊要互咱活伫上好的环境内面，互咱结出上好的果子。有时阵，你会讲，毋过我感觉我即摆过了真好，我感觉我即摆的服侍嘛真好，我感觉我即摆的生活搁较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免烦恼，因为你好的耶稣基督一定会甲你留咧。总是伊若看做无好的，伊就会帮助你，互你搁较好。恁敢会知影，当主人咧收加遐葡萄树的时阵，因真正足忝的。咱知葡萄树拢无悬，总是伊爱甲叶仔拢夹掉，所以伊规工伊着爱一直摇头，一直摇头，迄是一个真忝的代志。但是为着伊的葡萄树，主人甘愿付出搁较多的气力，互伊的葡萄树变了搁较好。伫第7节，耶稣有讲：你若踮伫我，我的话踮伫你。伫第4节，伊嘛有讲：你若常常，国语的和合本是讲：你若常常踮伫我。耶稣基督提醒咱，当咱常常甲伊对话，当咱常常读伊的话，若安尼，伊的时常甲咱同在。当咱若照伊的话来行，无论你拄着啥物代志，伊拢会帮助咱。既然所爱的，恁着求，就要甲恁食。所以，当咱常常祈祷伫主，当咱常常伫伊内面，若安尼，咱就会靠着信心结出水搁好的果子。你一定会当荣耀上帝。伫第8节上后尾，伊讲：恁结果子侪多，对安尼，我的爸得着荣光，恁也要真做我的学生。耶稣的门徒是合一三听的门徒，上重要的是因的性命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，所以毋茫借着咱甲耶稣基督的结连，互咱的性命会当荣耀伊，然后互咱的性命会当更较丰盛。最后，伫即个感恩的主日，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调查，有一个杂志。因的头家为着要互因调查啥呐有钱的人，因的生活到底是啥物款？伊着问大家，伊着做一个调查。伊讲：恁的心内上想要得到的物件是啥物？然后伊着做即个问卷，伊着问所有真好业的人，不管是伊是头家还是作家，伊拢问所有的人，伊讲。恁的心内上想要得到的是啥物物件？总是有一个人的回答，互即个头家的印象真深刻。伊讲：我想要得到搁较侪的能力，去看清明白我即马所有的。伊的意思，伊搁伫边仔写讲：我毋茫我有能力去感觉，我有能力去真珍惜我即马的一切。然后我会当判断是安那我有这一切。伫一年一届的感恩节提醒咱，耶稣基督的疼时常甲咱做伙，伊时常保守咱。
咱来感谢伊享受丰富的稳定甲丰盛的生命伫咱的身上。咱感谢伊应听保守咱，因大欢迎因带咱。所以咱着尽心、尽心、尽力听伊、服侍伊，甲伊三结的常常牵调伫伊，然后结出搁较侪好的果子来荣耀伊的名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的阿爸爸，我感谢你伫即一年带领阮经过人生每一个路站。伫阮欢喜的时阵，你甲阮同欢喜；伫阮悲伤的时阵，你甲阮同悲伤。主，阮的心中有满满的感谢，感谢你诚做阮的倚靠，也感谢你赏赐阮满满的稳定，互阮得到丰盛的生命。阮也为阮的顺利来献上感谢。伫阮无顺利的时阵，阮也学习听候主你的旨意，无将家己的意念超过主你的意念。伫任何患难中，阮犹原会当放心交托伫主你。主，阮一世人拢要深深祈条伫主你，永远甲你连结，互阮的生命袂通结出搁较侪荣耀你的果子。